10月18日，炮兵兄弟拄参与东区以自家树木在抢救，会当感受每一场的救灾拢爱冒生命危险，所以更需要经过无数演练，才会当提升安全。其中，台南市消防局第7大队伫日常演练当中，更改善过去出勤用纸记录的缺失，别伫消防人员进入会场进前，特别设计这款白板。由安全官来收集名牌，随时掌握所有人员装备的状况，加进入的时间来确保安全。比较便利哦，也不会湿掉。对，那在现场在携带也比较也不会说因为我们现场可能需要手拿无线电无法去拿取它可以摆在地上非常的便利啦那在记录上也非常的清晰明了，像这一块管制板上它是。可以记录编组的人员进入的时间、空气瓶的气量以及它的位置及关键资讯这个资讯可以让我们确切的掌握入室人员的状况。虽然只是一个白板，却是所有消防人员安全的关键，特别伫变化万千的救灾过程，期待让整个团队会当团结一条心。在现场瞬息万变。那团队人员的管控非常的不易，那我们透过这个白板在入室做个一个管控，我想这样子在混乱的一个团队能够透过这个白板工具上，让我们这个幕僚还有救灾的团队在默契上能够更完整更紧密的一个结合。为了减少人员的伤亡，消防局嘛积极宣导5楼以下的主体爱装设火灾警报器，提早侦测火警的重要性，希望达到100%装设目标。因为助警器它可以第一时间有火灾的一个状况，它第一时间就可以提醒你所以说，请市民朋友的住家一定要安装助警器，它能够第一时间提醒警报火灾的一个发生，那第一时间可以让讯息传递出来。那时间越早发现火灾的一个状况，我们越能够掌控，那也可以第一时间就可以通报我们消防队去救灾。现在面临风险加风台期，消防局的防灾警备除了超前部署，嘛呼吁民众提早做好应变，共同营造安全大台南。救灾安全管制板，赞！台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